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放眼神州》。受到冷空氣影響，新疆西北部地區連日降雪，其中伊犁山區積雪最厚達到50厘米，超過1000個居民受災，經濟損失超過900萬元。連日降雪令伊犁南部山區積雪最厚達到50厘米，增加可能發生雪崩同埋山泥傾瀉等自然災害嘅機會。為咗確保安全，當地啟動應急方案，將居住喺山區嘅過千名牧民安置到山下，並提供食物同埋生活物資，又加派武警官兵鏟雪疏通道路。目前就是相關單位疏通道路，清理的積雪，以便咱們牧民轉移到這個地方呢，保障他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，保障咱們牧民轉移下來以後生活的這個正常的需要。當地氣象台預計受冷空氣影響，未來幾日新疆西北部地區仍然會有大雪，氣溫將下降2至3度。亞洲電視記者劉文濤報道。內地出現極端天氣，頭先講過新疆落大雪，而雲南就旱情持續，農田受旱面積超過200萬畝，超過150萬人缺乏食水。解放軍多個軍區舉行演習，其中華北航空兵舉行跨晝夜嘅飛行訓練，而遼寧海防團嘅偵察兵就接受野外生存訓練，提升軍隊嘅作戰能力。由今個禮拜開始，美國駐華使館實施新嘅簽證政策，以方便更多嘅中國人去到美國旅遊。業界預計內地赴美旅遊人數將會明顯上升，一齊了解下。記者張浩然報道。呢集放眼神州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